亲弟啊，咱们可是亲兄弟呀！叫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我可是从来都没想过和你争什么呀！真怕你争。皇上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啊，你我还有琼花，咱们一块逃出宫阙，跑到山上去玩。当时你把脚给扭了，是我背你下山的。你老老实实的趴在我的背上，琼花还给你唱歌听啊。皇兄，我还记得那次我把父皇的玉如意砸了，还是皇兄替我挨了30鞭。对呀，当时都快把我打死了。我生病，皇兄常常整天整夜水米不沾。朕都记得，皇兄，你呀，就是个酒囊饭的，啊，活活浪费大隋的钱粮。你说你除了富人，你还会干什么？啊？琼花是朕杀的。你那天去亭子，他早死了。你看他还是不明白。你再给他10年，这点事儿他都弄不明白。朕从小最恨，凭什么你就比朕早生1年？你就是皇太子，3公恩宠，朕哪点不比你强？朕什么都比你强。这就是老天不公。我知道你恨，但你不能恨我呀！这些都不是我造成的呀！朕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种态度，非常的这个令人作呕。别老恶心朕。怎么样，皇兄？朕能做的就这些，给你留个全尸，让你走得有尊严。啊，皇兄，至于怎么走，你自己选。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没看他害怕，还不帮帮他？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我不要死！你师兄杀妹，丧尽天良，你不能好报！
怕报应，当不了皇上。再等会儿，不着急。 这里太不安全了，等会儿我就安排人送你走，你必须马上就走，马上就。我为什么要走？皇上和太子含冤莫白，黄刚的事无疾而终，你让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一走了之，我做不到。杨广如果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 杨勇的下场你看到了吧？即便如此，我现在有家不能回，你让我走，我又能去哪儿？我已经在柳州替你安排好了地方，我答应你，等一切风平浪静，我便去接你。我为什么任由你的安排呀？现在由不得你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，玉儿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等等，跟我一起回登州。你也亲耳听到了杨广杀死琼花妹妹之事，杨勇是怎么死的，你也很清楚。你帮杨广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甚至为他劫黄冈。你现在所说的话，都是证据。 只要你肯跟我回登州，在我父王面前把一切都说清楚，真相就大白了。我因此也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玉儿，没用的，杨勇已经死了，杨广已经登基了。你告诉我，谁还能做大隋朝的皇帝？你说？ 消了这个念头，哪儿也不许去，在这等着我。听我的。妹妹，请。你是来嘲笑我的吧？想笑你就笑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在乎的。妹妹言重了，你我都一样，何必说什么笑不笑的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妹妹知道是谁安排你来这儿的吗？ 那你一定很奇怪，我已经贵为皇后，权掌6宫，为什么还要把皇上往别的女人怀里推呢？你我都是亡国之人，妹妹的心思，我怎会不知？难道你……没错。 我处心积虑地策划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陈国。
隋朝的皇后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当然，我已派人把陈国后裔藏起，就是为了他日复国。他杨广大隋胆敢侵吞我陈国，我就要在他们大隋的土地上再建一个陈国。这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你真的如此意？那是当然，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尚且不足，不知宣华妹妹肯不肯帮？哦，不是帮我们。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接近杨广，讨他欢心，以后我自会让他一步一步地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而且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助我们去铲除他。来，妹妹。启禀皇上，靠山王派了使者前来询问玉郡主回府之事，我们应该怎么讲才好？如何是好？这种事情也值得来报。老臣愚钝。众目睽睽之下，玉郡主被护送上马车，离开了皇宫。有人护送出皇宫，对吗？那离开皇宫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朕怎么知道？皇上英明。你确实愚钝。只是这玉郡主，可惜了。说来说去，靠山王也是我的皇叔，好歹得给他个交代。就说，朕已派人查过，玉郡主的马车摔下了山崖。至于尸首，山谷其深，无处可寻。臣这就去回了他。月儿，现在宫里宫外的人都认为你坐的马车翻下了山，已经是尸骨无存，所以这一路不会有人严查你。但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前面的关口是通往柳州的唯一途径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。我已派李忠将军一路护送你前往柳州，他已经向我保证会照顾你的安全。等风头过了，我就去找你。天色不早了，李忠，你们走吧。
你怎么不走了？你想杀我灭口？奉命我送你上路，我李忠定给你个痛快！宇文成都。呀！何冤仇？为何将他逼到如此绝境？官道，没错，我乃朝廷御林军金虎卫统领李忠，奉命前来捉拿侵犯。你我同为朝廷办事，我就不与你打斗，请速将他与我法办。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他是想杀我灭口。李统领，你的一面之词，恕我实难相信。我不能把人交给你。你这是在反抗朝廷。本统领存心饶你一命，你却不识抬举。也罢，你执意阻拦，我就送你们一道上路。呀！金虎卫必加倍还报于你。姑娘的伤尚未伤至筋骨，只需按方子服药数日便可痊愈。麻烦您到我铺子里来取药，我先行告退了。多谢。多谢这位大哥相救，不知大哥怎么称呼啊？不客气。在下姓秦名琼，字叔宝，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士。秦大哥是山东历城人。看秦大哥这身装扮，应该是官道中人吧？没错。有件事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？姑娘请讲。不知秦大哥是否还记得半月前，在登州府发生的黄冈被劫一案？我虽身为济南府4品棋牌长，但这些日子都在长安城里办差。前些日子方才看到城里贴满此案告示，才知道此案十分离奇，无人能破。姑娘，你为何问我此事？
没什么。姑娘，既然你的伤已无大碍，你就好好养伤，过些时辰我再来看你。那就有劳秦大哥了。客气了。给您拿好。好，好，多谢啊，您慢走啊。哟，这位爷是买衣服的吧？石榴裙应有尽有，来看看，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啊！看样子你是给他人买的吧？没错。那身形体样如何呀？不高不矮，不胖不瘦，峨眉挺手，楚腰起立，亭亭秀丽。够了，够了，尊夫人的神韵呀，都让你给画出个图样了。误会了，我只是给一个姑娘买的。一个姑娘？哦，一定是意中人。哎，你看这件如何呀？行，就这件。谁啊？姑娘，我们给您送药来了。姑娘，这是秦公子让我们给您熬的药，还有这新衣裳也是秦公子让我交给您的。进来吧。哎，哟，秦公子这么晚办差刚回来啊？您吩咐的事儿我都给您办好了。好，有劳了。不客气。秦大哥。这件衣服很好看，多谢秦大哥。看你衣服破了，特地给你买的，明天就换上吧。啊，天色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李柱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人送到了吗？回将军，属下将玉郡主送往柳州，在路上休息之时，玉郡主趁我熟睡，不辞而别。那你怎么不去追啊？相国大人传我。记住了，不管他问什么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跟他说，记住了。属下定为将军而死，也绝不会出卖将军。相国大人，传小人何事？让你办的事，办妥了吗？相国大人。姑娘，菜都按您的吩咐备齐了，您就放心吧，全都是清新可口的。那就有劳店主了。哎，姑娘，哎，秦大哥，你怎么下楼来了？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秦大哥，赶快吃饭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
哦。怎么了？啊，我看姑娘气色终于好起来了。是啊，多亏秦大哥悉心照顾，我呀都养得白胖白胖的了。您的菜。来，大人，那您慢用。再给我们拿一碗粥来。好嘞。先稍等。姑娘。我不叫姑娘，叫我玉儿。玉儿姑娘，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当不当问。请讲。这金虎卫说你是朝廷钦犯，但我看姑娘不是那样的人，不知其中是否有隐情？我不是什么朝廷钦犯，我只不过跟朝廷中人结了怨。此事牵扯甚广，我有口难言。既然这样，不说这事儿了，来，我们先吃饭吧。玉儿姑娘。哎，秦大哥，你这是？玉儿已经决定离开此地了，秦大哥的救命之恩只能改日再报。可你的伤刚好了，为何不在客栈里多住上几日呢？还有些事情未了，需要玉儿亲自去办。秦大哥不是有公务在身吗？你应该尽早回去复命才是。说的也是。那对了，想好去哪儿吗？尚未确定，或许我会投奔亲人吧。你一个人上路，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去济南府历城县。好的，做我！炸！炸！炸！秦大哥，你我素昧平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此行诸多风险，玉儿不能连累你，只好同路不同行。炸！炸！这！宇文成都说黄冈被另一拨人所劫，那应该是程咬金等人所为。我亲眼见过程咬金，定能将他认出，可以帮助唐弼大帅查清此案。
儿，你不要乱动！停住！玉儿，你怎么样？你不要命了？伤到没有？玉儿，玉儿，我是真心帮你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是真心在帮你啊？玉儿，给我让开！玉儿，你离我远点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没人能救得了你，只有我能。我知道你父王拥兵天下，可你不明白，现在是当今皇上要你的兵，你父王都无能为力。玉儿，玉儿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是大隋需要我的时候。我会竭尽全力，拼死沙场。等我立下赫赫战功，我会到皇上那儿亲主的特赦你。到那个时候，我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，行吗？我今后怎么样不用你管。你既然已经忠于杨广，忠于你父亲，你我便是敌人。我不会嫁给你。不会嫁给像你这样的人。玉儿，玉儿，可是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拿我的命去保护你。玉儿，你若再缠着我，再不放开我，我就只能死在你面前。我说到做到。秦大哥，秦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先别问那么多了，赶紧带我走。来。快走！这。武家已被满门抄斩，皇上有下圣旨，让我们杀武云昭。父王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圣旨一出，自然要去。乌师伯与您素来交好，武云昭是武家最后骨血，我们怎么能……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必须前往。只有我们前往，才能保住武云昭的性命。唉，武建章一生忠烈，却惨遭灭门，而如今只剩下武云昭这一棵独苗。我若不保全于他，他日为父九泉之下，真是无言以对呀。父王，现如今
我们该怎么做？张公瑾，在，命你速去南阳关，传我口令，叫那武云昭速逃离南阳关。是。成儿啊，咱们依旨行事，路上慢慢行走，多耽误几日。等咱们到了南阳关，定是人去楼空。就算皇上怪罪下来，也只能怪罪咱们出兵迟缓。这都几天了，我李老儿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估计这爷俩就没憋什么好屁，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。是啊，在这儿等的我都快急死了。你说万一有人通知那个武云昭，我们到了，人家早跑了。要我看，咱们也别等了，先把那南阳城围上再说。你以为本将军不想马上出发吗？可这是军令，如果没有元帅的令箭，我们私自出发，他就可能斩了我们。好了，没事了。他追不上来了。玉儿姑娘，你累不累？没事。要不歇一会儿吧。好。小心。身上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你胆子怎么那么大呀？刚才马车跑得飞快，你就往下跳，不要命了？一时之急，我也只能那么做了。哎，他为什么跟着你？他呀，他就是一个恶人，他是想把我控制起来，达到他的目的。总之，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说。你现在留在这个地方很不安全，目前还很危险。这样吧，我把你送回家去。也不行，我得回去交差。这怎么办？这就对了。我现在也不能回家，我要是回去，万一被他们抓到了怎么办？我得先避避风头。秦大哥，现在只有你能保护我。这样吧。等过些日子，你再把我送回去，行吗？也只能这么着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：我们两个在路上发生任何危险的情况，你不能像刚才那样鲁莽行事，得听我的，能做到吗？能，我保证。你既然已经忠于杨广，忠于你父亲，你我便是敌人。我不会嫁给你，不会嫁给像你这样的人。回将军，属下将玉郡主送往柳州，在路上休息之时，玉郡主趁我熟睡，不辞而别。属下宁愿为将军而死，也绝不会出卖将军。驾！驾！驾！这是金虎卫。说过，我会加倍还报于你。金虎卫
卫听令，速将2人首级摘下，不得有误。护卫听令，速将2人首级摘下，不得有误。拜见将军。谁派你来的？我等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将军。我在问你，是谁派你来的？不肯说。说不说？是谁派你来的？说不说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，饶了他们吧。即便将军要我等死，我等也绝不会说出指派我们的人是谁。金护卫听令，杀了这个女人！将军饶命！我如此重用你，你却叛我。不是我礼忠不忠，我也是迫于无奈。将军，我说。现在没有危险了，我放你走。走得越远越好。走啊！走吧。多谢。
末将参见元帅。元帅，我等在潼关已经等了元帅7日，想那北平府离潼关之距，3日之内必可抵达。不知道北平王在路上有何变故，竟耽搁了这么久。马将军有所不知，从北平府到潼关多为山路，且又逢汛期，行军行路多有不便，故而延误数日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末将听闻，北平王在山西边境无故滞留3日，这是为何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罗少保，请息怒。我等奉圣上之命，前往南阳绞杀武云昭。若是元帅行军不利，误了行程，让那武云昭望风而逃，这一来是有负圣上之命，二来也会让无往不胜的罗家军因此而蒙羞。孰轻孰重，请元帅定夺。马将军尚且尽心尽力，本王岂能怠慢？成儿，传我率领，即刻启程，赶赴南阳。是，如此甚好。告辞。我率令就地扎营。元帅，这天色尚早，并未到宿营之时，为何扎营啊？马将军有所不知，老夫多年未曾行军，且日夜兼程，体力实在不支啊，只好暂且休息。那既然如此，就扎营吧。希望元帅能早日康复。传我命令，原地扎营。兄弟，听说你在南阳关混得不错呀，我就特地来看看你，还给你带了点小礼物。哥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以前爱赌，叔叔把我赶出王府，骂我不成才。可你看，现在哥哥我也发达了，不是？哥哥，你现在做的是什么营生啊？我属武建章，是忠孝王，那是老王爷。不过现在我也是王爷。封王的事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哼，谁做他隋朝的王爷？那你是哪儿的王爷啊？我做的是自家的王爷，山大王。什么？山大王？哥哥，你怎么做起山大王来了？哎呀，那年我出长安，流落在外，你和婶婶接济我的银子早就花完了。我路过那陀螺寨时，竟有人下山要打劫我。我一生气，哼，几下就把他们全部撂倒。那山大王见我武艺高强，就主动让了贤，所以哥哥我就当上了山大王。如今这陀螺寨算有几分起色了。哥哥，你可否听弟弟一句劝呢？说，这山大王你就别当了，做点正经营生。兄弟啊，
但凡有正经营生可以养家糊口，谁愿意提着人头上山呢？再说了，现在奸臣当道啊，你挣的那点钱还不够给他们塞牙缝的呢。哎，我是恨死这些贪官了。兄弟，你看，啊，这城乡的珠宝，这全是他们搜刮来的。这些个贪官就该杀了，剐了，连他娘的骨头都不要。可咱武家世代为官，对皇帝忠心耿耿，怎能做这种勾当啊？你这样做，怎么对得起皇恩浩荡，对得起父亲的谆谆教导？兄弟啊，这哥哥反倒要劝你几句了。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世道，忠诚受禄，奸臣当道，这样的朝廷，你忠他干什么用？你倒不如就随哥哥一起上山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。住嘴！你要真是侯爷的兄弟，就别害他。小风，下去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不劝你了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这礼物我一件都不能收。你把它带回去吧。好，兄弟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咱们现在是黑白两道，水火不容。不过哥哥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你在场为官，福祸难料。如果有一天有难，一定要来陀罗山。我武天锡就你一个兄弟。乖啊！大人还在为天锡大哥的事情发愁呢。是啊，我确实替他担心。这山大王的营生真是朝不保夕啊。人各有志，说不定哪天他会明白的。是啊。来来来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了笑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睡觉觉喽。睡着了，这小家伙。来，把被子盖上。盖上。哎，盖严实了。侯爷，北平王手下求见。哦，让他在大厅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是。我去一下。什么？我武家135口已被满门抄斩？陆王千岁派我连夜赶来，就是让我为你报信，让你另谋出路。你果真看到皇上在众臣面前杀死了我父王？不敢有半字虚言。侯爷，请节哀顺变。侯爷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还是赶紧逃吧。我武家世受国恩，对大隋忠心苍天可见。我父忠孝王更是开国元勋，怎可能遭此横祸？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侯爷，时间紧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妖言惑众！你以为本侯爷会上你的当？你是谁派来的？你是想挑拨本侯爷谋反吗？侯爷，我确是北平王府棋牌官张公瑾的。放肆！好，我现在就派人回京探问，如果跟你说的不同，立杀无赦。侯爷，来人呐！来！把这个人给我押下去！侯爷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走，侯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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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可能，此处这儿已
明早方可到。从这儿到这儿，报！启禀将军，马将军求见。传他进帐。是。末将马叔谋拜见将军。马将军少礼。将军入帐有何要事吗？元帅，所谓兵贵神速，咱们兴师以来，30里一停歇，40里一扎营。这儿离南阳关还有数百里路，如此下去，不知还要耽搁几日。末将是怕，我等误了大事，也不好向朝廷交代呀。马将军，老夫也想快速行军，早奏凯歌，可近日又偶感风寒，实在是走不动啊。既然元帅身体抱恙，不便行军，不如先让末将把马先行，尽快赶到南阳，免得打草惊蛇，跑了那武云昭。马将军忠勇可嘉，好，本帅就拨你2营人马，与你率军先行，待本帅身体康复，即可前往。谢元帅，末将即刻出发。爹，把这兵马交给他，能行吗？哼，他那是武云昭的对手，他若败下阵来，我饶不了他。将军，什么事？将军，我军已连续赶路1天1夜，兵将体力不支，还望将军下令安营，也好让士兵养精蓄锐。废什么话！前面我们已让罗毅老儿耽误了那么多的行程，我等若不日夜赶路，何时才能到达南阳？再说了，本将军也没闲着呀。传令下去，谁敢再叫苦，杀一儆百。是将军。继续前进。是。的人听着，我是平乱新丰关马叔谋，速开城门！马叔谋，你身为殿前将军，不好好保护皇城，来我南阳关作甚？你他娘懂个屁！武建章已触犯了圣上，犯下滔天大罪，按律当诛其9族。我今日奉圣上之命前来捉拿其子，速速开门！马叔谋，没错，他正在城门外叫阵呢，说老王爷忤逆圣上，他奉旨前来诛杀侯爷。不可能，马叔谋乃是宇文化及的心腹，我武姓世家与宇文世家素来不和，他来定有其他事情，他肯定是知道我南阳城距离长安遥远，所以就编了个幌子，让我造反。后再治我的罪。可是，那通风报信之人所说的同马叔谋如出一辙。可那人要是马叔谋派来的呢？要是我们一起用事，那不正中了他的下怀了？侯爷，侯爷，不对，我父亲乃是9大开国元勋之一，连先皇都对他敬让3分。绝对不可能！不可能！
可是如今，一朝天子，一朝臣呐。好，我们去前城会会马叔谋，看看他来到底为什么。若他说的是真的，那我就到朝廷面见皇上，当面问个清楚。侯爷，这只怕是来者不善呐。侯爷，这旗是谁换的？侯爷，我等已知朝中之事。我等虽为隋朝臣子，但并不是不会分辨忠奸之人。我等都愿追随侯爷造反，为忠孝王报仇，为武家冤死之人泄恨。反贼武云昭，速速出城受死，否则我血洗南阳城，让你和你的家人早日团聚。开城门！马叔谋，我武云昭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率兵来此？反贼武云昭，新君大业，天子继位，你父亲竟敢上朝骂殿，还想刺杀皇上。皇上已经下令将你全家斩杀，你不自行进京请罪，反在此据官造反，现在还不下马受死吗？马叔谋，你说的可是真的吗？圣上命我绞杀于你，怎会有假？大军随后就到。大军由谁挂帅？北平王罗千岁。都别乱，不要退回来！哇！要是敢乱进仇，一定会报的！反贼武云昭，你等着，我大军一到，血洗你南阳城！不是到南阳城进货了，见着南阳侯了。这城啊，是进不了了。朝廷派大军把南阳关围了个水泄不通啊！哎呀，这南阳侯为人清正廉洁，爱民如子，怎么会惹下这么大的祸呢？眼下这朝廷还有好人活的份儿吗？听说忠孝王马殿惹恼了这昏君杨广，他下令将武士满门抄斩。娘啊，现在武士一家只剩下侯爷一个人了。娘，儿啊，没有南阳侯，咱们娘俩今天就没有在这说话的份儿了。侯爷的大恩大德，咱们可不能忘啊！
朱灿，你为什么把人家祖坟里的松树给砍了？侯爷，我家是以砍柴为生的，赶上这几天下大雪，进不了山，我娘在家里又冷又饿，就病了。我又没钱给我娘抓药，我见附近山里有几棵松树，我就给砍了，拖到药店里，我想给我娘换药吃。都像你这样办，那王法何在？侯爷，我不是白砍的，等过了年我有了钱，我再买8棵松树还给他不就是了吗？侯爷，我朱灿说到做到，这官司就算完了。我娘啊，还在家里等着我给她熬药呢。站住！侯爷没审完呢，跪下！早知道打官司这么麻烦，我就不来了。侯爷，朱灿他们家是出了名的穷，你说他口袋1文钱都没有，还拿什么还呢你？朱灿，你砍了人家的树，你还有什么道理？侯爷，这人人都是父母养的，我的父母和您的父母可不一样。您是侯爷，您的爹娘要是喊一声“来人呐”，哇啦一下子，手底下几10号人来伺候。我就不行了，我的父母要是喊一下“来人呐”，哼，谁来呀？讨债的来了！大胆，竟敢胡说八道！焦芳，你继续说下去。这没法砍柴抓药，我家就连隔夜的粮都没有了。我娘是又急又饿，就病了。你说我这当儿子的，能不去给我娘请大夫吗？请了大夫吧，开了方子，我又没有钱抓药。你说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娘就这么死了，不是？侯爷，你说我要不敢说，我点钱，我怎么给我娘去抓药啊？我娘要是死了，谁赔我呀？这树砍了，来年我有钱，我再赔给他不就是了吗？侯爷。王二，你这8棵松树多少银两？回侯爷，能卖15两。朱灿，你这抓药的钱需要多少银两？我的药钱是2两4钱银子。那你为何要砍人家8棵松树？可是那药铺掌柜的偏偏要我15两银子呀！带三合堂药铺掌柜，戴掌柜，走，走，跪下！侯爷，大胆沈掌柜，你为何要收他15两白银？侯爷，小人有罪，小人有罪，小人有罪。你既然知罪，本官罚你，以后朱灿再去取药，不准收他银两。小人认罚，小人认罚，小人认罚。这下可好了，下回我再去抓药，你可不能再管我要钱了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放心，这侯爷都发话了，以后鹿茸、人参、麝香什么的，你用什么给什么。谢侯爷，谢侯爷。王二，你买这8棵松树，连种带养需要多少银两？大概要20两。对呀。师爷，你去拿20两白银。是，侯爷。王二，你拿着20两白银买树去吧。谢谢侯爷，谢谢侯爷。沈掌柜，退下。是，谢侯爷。好官呐，我们可谢好官呀，是好官啊。朱灿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不要上山打柴了。本官给你点本钱，你就做个小买卖，维持生计。你看如何？那肯定好了，我们村里就缺个这样的杂货铺，卖个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什么的，省得我们老百姓啊都往6里地以外的集市上去赶了。谢谢侯爷。好，你需要多少本钱呢？有10两8两就够了吧，侯爷？师爷，是，你去拿50两白银，给他吧。是。谢侯爷，谢侯爷。朱灿，你拿着这本钱回去开个杂货店，好好做生意。
要是不好好做生意，做赔了，本官严惩不饶。侯爷，你是我的大恩人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来世就做牛做马也要报侯爷之恩呀！这是我的师娘，谢侯爷。侯爷现在有难，我们不能看着不管呐。儿啊，你赶快想想办法。咱们没钱，但是咱们有武功，我们一定要救我们的恩人呐！儿啊，娘，你放心，只要能救出侯爷，我朱三就算豁出这条命也跟他们干了。张公瑾一去不回，莫非是我那贤侄于中不信那张公瑾，反而把他给扣下？有可能。可是这麻叔谋一去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哼，马叔谋一直担心我们给武云昭送信让他跑了，这回他可帮了咱们大忙了。报！启禀将军，马叔谋将军打了败仗回来，现在正在帐外求见。传他进帐。是。末将拜见大帅。马将军自告奋勇要替本帅去打头阵，想必是凯旋而回。哎，若是擒得那叛贼武云昭，那可是奇功一件呐！啊！哎呀，大帅，末将刚刚赶到南阳城，还没来得及扎好营，那武云昭就冲出来跟末将对阵。那武云昭着实勇猛，末将敌他不过，背上中了一击，险些丧命，大败而归，特来请罪。马叔谋，本帅问你，你与那武云昭有何交情？哎，元帅此话怎讲？我与武云昭何来交情啊？元帅，没有交情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分明是你用计骗我，想与那武云昭通风报信。待本帅率领人马攻打南阳之时，他早已扬长而去。马叔谋，你就等着圣上把你千刀万剐吧！元帅，末将怎敢呐！马叔谋，按我大隋律法，你犯了通敌之罪，理当问斩。来人，在！把马叔谋推出去斩了！元帅，马将军乃丞相力举之人，您这说斩就斩。请问元帅，您把丞相放在哪儿？赵大新，本王奉皇命挂帅出征，他语文画集又算得了什么？赵大新，你竟敢藐视本帅，还与那马叔谋共同串敌，也应死罪！来人！在！把张大新一并斩了！是元帅，元帅，且慢！元帅，父王，大军未到南阳就斩杀2员大将，实属不及，还望父王三思。好吧，看在我儿的面上，暂且饶你2人性命。谢元帅。如若再兴风作浪，本帅定斩不饶。谢元帅不杀之。谢元帅。马叔谋，你带兵出征，大败而回，有损我大隋军威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逃，重则50军棍。赵大新，你藐视本帅，也应责杖30。拉出将去。是元帅。元帅。哎呀，我马上给您上药，您先忍着点儿。
将军，我还没上药呢。你到现在还不给本将军上药，你要疼死我呀！好。报！报告将军，元帅下令立刻拔营出军。什么？罗毅老儿，马叔谋，你势不两立！父亲，这么急找我何事？宫中之患已了，但南阳侯武云昭武艺高强，北平王罗毅恐不会全力绞杀。马叔谋恐有孤掌难鸣。我儿，你速点兵马前往南阳关，增援马叔谋，切记不能让武云昭活着出城。儿臣谨记。大人，这兵临城下，可想出什么法子没有？等明日见了师伯，再谋出处吧。我3日前到达南阳关，劝武云昭走，他不信我言。后来马叔谋前来，才将我放出。那他逃了吗？我再劝他逃，他也是不肯，说大军当前，令士无法尽数逃走，又怕连累城中百姓，定要等王爷前来。我明日便在关前与他对阵，问问他如何打算。幸好马叔谋尚未痊愈，避开了他的心腹，倒也有些机会。父王，明日我同你一起上阵，我就在后面牵制住那马叔谋的心腹小将。这样也好。叔父大人在上，小侄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，给您施权礼了。云昭小儿，我大隋对你武家不薄，你却蓄谋造反，老夫前来，定要取而性命。出！上！为什么还不离开？此城如此薄弱，一旦攻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叔父一片苦心，小侄心知肚明，怕连累南阳百姓，所以才等你前来呀。你请放心，我会力保南阳城百姓。你先准备，我随时放你出关。可是你要放我离开，你会遭人怀疑呀。你是武家唯一血脉，拼了老命，我也要保全你性命。可是。没有可是，你可有能力？你城内还有多少兵马？3000，够了。我给你1天时间，准备粮草，随时突围。是。走。走。走。元帅，末将伤势已好，特来探探战况。尚无结果。元帅，末将素闻罗少保乃少年英雄，为何不让他与武云昭比试一番，看看到底哪家的枪法厉害？这哪家的枪法我倒不知道，我
我只知道这麻将军当日与武云昭交战，2招被刺伤，3招打吐血，差点摔下马来。不成！哼，马将军，你既然如此热衷于枪法武艺，前些时日又输于武云昭一回，何不借此机会扳回一盘，省得全军上下都笑马将军武艺不精啊！我一老二处处跟我作对，将军，好消息！能有他娘什么好消息？天宝将军就要到了，他的先锋官已经来报，这次定能擒得那武云昭。好，你说什么？宇文成已在南阳关3里处扎寨。的确如此，等会他就会过来拜见大帅。再谈。是。这宇文成都一来，突围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没想到宇文化及这老家伙还留了一手。元帅，天宝将军到了，助我等一臂之力。天宝将军到！宇文成都拜见大帅。